劉家輝獲前助手退還百萬財產啊！劉家輝師傅向前女助手追討代保管嘅存款，原定尋日喺高院開審㗎，但開庭之前一日，女助手一方聯絡劉師傅嘅代表律師，表明願意無條件歸還涉案款項，雙方達成和解協議，庭上宣讀和解聲明，法官檢視完文件之後，批准雙方和解，撤銷訴訟。好友范奕敏代表劉師傅聽審，好多謝免費律師團隊幫劉師傅打官司。雖然搞到上法庭，但劉師傅都對助手心存感激㗎。另外一樣嘢咧，家輝師傅都想透過大家咧，就佢想多謝咧馮景華女士咧，自從佢喺中風即係2011年嘅8月17日後，直至到馮女士2012年咧自己因為身體健康問題請辭作為家輝哥嘅委託人為止咧，呢段時間咧對家輝師傅嘅照顧啦同埋嘅辛勞㗎。劉師傅早年中風，搞到右邊身癱瘓。范奕敏就話：師傅而家肥咗，增磅去到102磅，努力康復緊啊！好安慰佢嘅就一定係一個麥當勞啦，因為呢個訴訟令到佢嘅情緒係跌低落，好多時候都好唔開心，同埋又好擔心，因為畢竟咧佢嗰個儲蓄咧係有限啦，咁呢一筆錢對於佢嚟講咧係好大嘅意義嘅，因為覺得自己唔夠靚仔唔出街，咁佢而家就話：我靚仔咗我都想出嚟喎，咁樣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。馮景華就話：識咗劉師傅5、6年，有手機片段做證劉師傅健康狀況，但在場記者追問點解突然放棄訴訟呢？仲話自己有隱衷，唔講得點解放棄，一講就會喊啊！